主任，我跟俊宏回来后觉得很紧张。前日我和前粉前来了后，感觉真紧张。前日我和前粉前来了后，感觉真紧张。想照顾好公婆，又面对不同的环境，想要照顾好家官家婆，又要面对无空的环境。想要照顾好家官家婆，又要面对无空的环境。常常睡不好，脾气也变得烦躁。点点肺毛好，身体嘛变较歹。点点肺毛好，身体嘛变较歹。这是一定会的。俗话说，新婚3年都还像是客人。你爱听错袂？人讲做新娘3年新人卡，你爱听错袂？人讲做新娘3年新人卡。毕竟你对这个地方是陌生的。毕竟现在你嘅蔬菜係3分的。毕竟现在你嘅蔬菜係3分的。这样，我该怎么做呢？俺用样子做。俺用样子做。我不想带给家人不必要的压力。我无想到的不下人有压力。我无想到的不下人有压力。一品，今天下午卫生所有心理定点諮商门诊。二品，今日下晝美仙署就心理定點諮商門診。二品，今日下晝美仙署就心理定點諮商門診。建议你可以去请求专业协助。建議喺每種開簽專業到協助。建議喺每種開簽專業到協助。太好了，我来预约一下门诊。就好诶，我來預約一下門診。就好诶，我來預約一下門診。和諮商師聊聊吧。要和諮商師講講誒，要和諮商師講講誒。你陪着俊宏一起回来，真的很勇敢。很陪俊粉做鋪進來，真勇敢哦。很陪俊粉做鋪進來，真勇敢哦。谢谢主任，我会加油的。落力前日，我會加油誒。落力前日，我會加油誒。